各位投資者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期嘅黃金市場週報。今個星期即係2026年5月11至17號，黃金市場可以話係經歷咗一場腥風血雨，打仗、通脹、加息預期呢幾個關鍵詞交織埋一齊，令到金價出現咗顯著嘅回調。究竟發生咩事？未來趨勢又點走？我哋即刻入正題。首先睇下今個星期嘅整體表現，金價錄得近2個月以嚟最差嘅單週表現，成個禮拜跌咗3.49%，特別係星期五單日暴跌超過120美金，收報喺4555蚊附近。背後嘅核心邏輯好清晰，美國通脹數據超預期，搞到市場覺得美聯儲會加息，跟住美債收益率同美匯指數一齊飆升，黃金自然就慘遭拋售啦。引爆今次跌市嘅第一枚炸彈就係美國4月份嘅通脹數據 ，CPI 同比升咗3.8%，核心 CPI 升2.8%，兩樣都高過預期。最得人驚嘅係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同比大升6%，創咗2022年12月以嚟嘅新高。依家美國全國汽油均價都升穿咗4.5蚊一加侖。通脹已經由能源蔓延到全行業，滯脹嘅風險真係越嚟越大。通脹咁勁，降息嘅夢想自然就幻滅啦。依家市場已經完全消化咗年內唔降息嘅預期，反而覺得年底前加息嘅概率高達64%。再加上鮑威爾任期屆滿，接任嘅 Kevin Warsh 立場出名偏鷹派。高盛甚至警告，如果美聯儲真係由延遲降息變成重啟加息，黃金嘅定價框架可能會面臨結構性嘅崩塌。呢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。加息預期升溫，直接導致美債收益率同美元指數齊齊爆升，對黃金形成雙殺。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升到4.595%，30年期更加突破5.127%，係2007年以嚟最高。美匯指數 DXY 亦都升穿99關口。大家記住，實際利率上升絕對係黃金短期最大嘅殺手。講到地緣政治，美伊衝突仲未解決。正常嚟講，打仗係利好黃金避險㗎，但今次出現咗個戰爭悖論，因為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搞到 WTI 原油突破105蚊一桶，油價飆升推高通脹，通脹又推高加息預期，結果反而變成咗黃金嘅利空因素。呢個邏輯鏈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睇返大機構嘅動作，全球最大黃金 ETF SPDR 嘅持倉量，今個星期初雖然有少少逢低買入，加咗大概6噸，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年初嘅高位。其實3到4月期間，歐美機構已經因為利率預期轉變而出現過系統性離場。不過好彩，亞洲投資者嘅買盤以及大家對貨幣貶值嘅擔憂，依然支撐住個底。嚟到技術分析環節，日線圖嘅信號非常明確，睇跌。金價已經跌穿咗21日、50日同100日均線，3條線呈現空頭排列。14日 RSI 大概喺42，即係空頭主導，但又未到超賣區，意味住下面仲有空間跌。唯一嘅好消息係200日均線4359蚊，呢一條牛熊分界線暫時仲頂得住。咁具體睇咩位呢？4500美金呢個係依家最核心嘅攻防線，上面嘅阻力位喺4600同4658。如果4500蚊真係失守，專家話好大機會會下探到4350，甚至最差睇到3800。所以4500呢一個位，大家一定要金睛火眼盯實。總結短期1到4個星期嘅趨勢，我哋嘅判斷係看跌偏震盪，交易區間大概喺4380到4720之間。主導嘅利空因素包括美債收益率高、美元強、加息預期升溫。不過，如果中東突然又打得勁啲，或者跌到4500有大戶掃貨，都有機會出現短暫反彈。雖然短期有壓力，但長線投資者唔使太灰心，因為黃金牛市嘅3大支柱依然非常堅固。
第一，全球央行瘋狂掃貨 ，Q1 買咗244噸。第二，美國債台高築，美元長期走弱嘅趨勢難以改變。第三，全球地緣政治立立亂，呢三大因素長遠嚟講一定會繼續托住金價。你睇下華爾街大行嘅預測就知，佢哋對年底嘅目標價依然好樂觀。JP Morgan 睇6300，高盛上調到5400，德銀同 BNP 都睇6000，瑞銀最牛睇到7200。所以長期牛市嘅共識依然係好強烈㗎。展望下個星期有5大事件，大家要留意。最關鍵嘅係星期四公佈嘅美聯儲4月 FOMC 會議紀要。如果份紀要偏鷹派，黃金一定會再受壓。另外，英偉達、NVDA 出業績，各國 PMI 數據以及美伊局勢嘅發展，都會對市場情緒有直接影響。最後總結一下投資策略：短期謹慎，中期觀望，長期睇漲4500蚊係核心決策點。短線炒家建議喺4500附近設好嚴格止損，等星期四 FOMC 紀要出咗，方向明朗啲先再入場。至於中長線投資者，依家嘅回調反而係分批建倉 dollar cost averaging 嘅好機會。好啦，今期黃金分析就到呢一度，鍾意嘅朋友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期再見。